大家埋位嚟收睇我嘅視頻，我係羅美英。呢一集咧係教大家了解紅藍卡 Medicare 嘅基本認知。咩叫做紅藍卡咧 ？Medicare 係聯邦醫療保險，佢係俾65歲以上嘅長者、65歲以下符合資格嘅傷殘人士、末期洗腎，同時要喺美國連續居住5年以上嘅美國公民、美國居民 Green Card， 符合以上嘅條件，你就可以申請紅藍卡啦。紅藍卡 Medicare 分為4個部分 A、B、C、D。A、B 咧就係由社安局辦理，即係 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。C、D 咧就係由私人公司，亦即係藍盾啊、藍十字啊、中心健保等等。咁呢啲咁嘅私人保險公司咧，就係交由做紅藍卡個經紀人去辦理。所以咧 A、B、C、D 嘅流程係咁樣嘅，先申請 A、B， 咁去邊度攞 A-B 咧？就係打電話俾社安局，或者係上網 ssa.gov， 或者係揾你做紅藍卡個經紀人。大多數做紅藍卡個經紀人咧，佢哋都會幫你去申請呢個 A-B 嘅。咁咩時候去攞 A-B 咧？就係當你65歲生日嗰個月嘅前3個月，65歲生日後3個月，你總共有7個月嘅時間去申請 A-B。如果你錯過咗呢7個月嘅黃金時間咧，咁你就係有一個 A、B、D 嘅罰款啦。當然啦，係有例外。如果係返緊工嘅人，佢係有呢一個公司團體保險，咁樣咧，你就可以去延期申請 A-B， 就唔會有俾罰款。但係當你離開公司，失去咗團體保險咧，咁樣由你離開公司或者失去團體保險第一日開始計起，你總共有8個月嘅時間去申請 A-B。如果你錯過咗呢8個月嘅時間咧，你亦都係有一個 A-B-D 嘅罰款。喺申請 A-B 之前，首先要了解 A-B 佢嘅費用同埋包含啲乜嘢。A 部分喺美國工作報稅超過10年以上，亦即係40個季度。A 部分就係零月費，如果唔夠40點，可以俾錢出嚟買呢個 A 部分。B 部分咧喺2025年，佢嗰個月費就係185蚊，除非你係有全免嘅白卡。咁通常嚟講，呢個185蚊啦就係免除噶啦。咁你嗰個收入越高咧，咁你呢一個費用咧，即係呢個月費啊就越高。咁 A-B 佢嗰個內容即係佢包含啲乜嘢福利啦。A 部分就係住院費用、臨終關懷、居家護理同埋100日個療養院復健照護。B 部分咧就係去睇醫生，做 X-ray、MRI、CT scan、手術費用等等。不過大家要注意 A-B 唔係全額免費㗎。A 部分嘅住院一單入醫院就係有一個1676蚊嗰個自付額。咁呢個自付額咧只係包含60日嘅住院，由61日計起咧就係逐日計。總唔知咧就係越住就越貴。咁呢個 B 部分咧，你一旦用到 B 部分，咁你就馬上有一個257蚊嘅自付額，之後仲要去俾20% 嘅共付額，而且呢個20% 咧就係冇上限嘅。所以咧，一旦咧你完成咗呢個 A-B 嘅流程，咁就嗱去揾經紀人去處理呢個 C-D， 或者去購買呢個差額保險，就係嗰個20% 嘅差額保險。今期都差唔多啦，我哋下一集再見啦，多謝。